大家好，今次為大家介紹我最愛光顧的飯堂，位於炮台山地鐵站附近的雞小雞飯。這間餐廳以海南雞飯聞名，菜式簡單卻美味，深受附近上班族和居民喜愛。招牌海南雞一人餐是我的心頭好，包含嫩滑多汁的海南雞、香氣撲鼻的加油飯、爽口油菜，以及一碗濃郁的住家老火湯，湯底慢火熬製，味道鮮甜，令人回味無窮。套餐還附送飲品，選擇多樣，性價比超高。餐廳環境整潔舒適，出餐速度快，適合忙碌時段快速用餐。無論是午餐還是晚餐，這裏總是座無虛席，氣氛熱鬧。除了海南雞飯，店內還有其他食品，選擇豐富，滿足不同口味。價格親民，分量充足，讓人吃得滿足又不傷荷包。如果你正在炮台山附近想找一間經濟實惠又美味的飯堂，雞小雞飯絕對是你的不二之選。